大家好啊，我係黃姑娘。今日呢，我會同廖姑娘帶大家重遊北區公園。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北區公園，但係今日我哋想同大家去試一試，用靜觀嘅角度去探索呢個地方。坐落於香港北部嘅活力心臟地帶，北區公園呢就猶如一個寧靜嘅避風港，令人忘記咗都市嘅煩囂生活。想像一下，一齊進入一個自然嘅世界，城市嘅喧鬧聲音都漸漸消散，取而代之就係自然嘅低語。無論你係清晨嘅慢跑者，熱愛自然嘅漫遊者，又或者係簡單尋求寧靜嘅休閒者，呢個公園都係香港呢座繁華都市之中，提醒我哋寧靜唔再遙遠嘅美好地方。首先，等我哋介紹一下春天嘅北區公園，我哋可以做啲咩呢？我哋可以嘗試進行靜觀散步，好好咁樣用心感受大自然帶嚟嘅美好。你可以預備一個小小嘅頌缽，又或者可以下載相關嘅應用程式，甚至乎可以就咁聆聽公園入面嘅一切聲音，都係一個好唔錯嘅選擇。當你走入公園，每一步都可以成為靜觀。隨着每一口新鮮嘅空氣吸入，你可以感受到自己同周圍環境之間嘅連結。春天嘅花香、樹葉間嘅低語，甚至小鳥嘅歌唱，都可以成為你靜觀旅程嘅指引。你可以定下時間，揀一個舒服嘅位置，眯埋雙眼，感受陽光輕輕撫摸你嘅肌膚，然之後讓微風吹過，所有嘅繁忙同埋焦慮都揮之而去。如果你帶咗頌缽，就可以輕輕咁樣敲打，讓音波喺空氣中嗰度蕩漾，帶來深層嘅舒緩同埋放鬆。至於夏天嘅北區公園，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嘗試進行靜觀攝影。開始之前，你可以選擇一個你喜歡嘅角落，跟住細心欣賞。之後你可以拎出嚟嘅手機，又甚至乎已經放低咗好耐嘅菲林相機，透過鏡頭將美好嘅一剎那留低，捕捉每一個當下。當你選擇咗心儀嘅位置之後，俾自己一啲時間去觀察周圍嘅事物，每一塊葉、每一朵花，甚至係路過嘅行人，都有佢獨特嘅故事。靜心落嚟之後，就可以思考拍攝嘅意義，無論係捕捉大自然嘅美妙，又或者表達你對生活嘅感受。如果你用菲林機去拍攝，更可以享受等待沖洗嘅過程，感受每一張底片背後嘅驚喜同埋期待。呢一份等待，令到每一張照片都更加珍貴，就好似一段美好嘅回憶嘅凝固。秋天嘅北區公園好適合寫生，你可以揾一個舒適嘅位置，將畫簿同埋畫紙攤開，準備好畫筆，望下周圍嘅自然景色，一草一木隨住微風輕輕咁樣去搖擺，好似同你打緊招呼咁。人工湖嘅水面亦都映照住藍天白雲，湖水喺陽光嘅照耀之下閃下閃下，佢哋就好似大自然精心繪製嘅畫布，令人忍唔住想用畫筆去捕捉呢一刻嘅美好。
每一筆每一畫都係對當下嘅真實詮釋，將呢一份寧靜美好畫喺畫紙上面。當你專注喺創作嘅時候，時間好似停止咗咁，所有嘅煩惱都會隨住畫筆嘅揮動而消散。寫生唔單止係記錄風景，亦都係一次心靈嘅旅行，令你喺畫簿上面去描繪出自己嘅故事，珍藏呢一份秋天嘅靈感同埋感動。喺冬天嘅時候，你可以試下帶一本書、一杯熱飲，喺北區公園入邊揾一個自己中意嘅地方坐低，靜靜地咁睇下本書，飲下嘢，放鬆一下自己。當你翻開本書，閱讀唔同嘅字句嘅時候，你可以喺文字嘅世界入邊漫遊，沉浸喺故事嘅情節入邊，感受住作者嘅情感同埋思想。著名詩人蘇軾有首詩係咁寫嘅：何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骨綠時。意思係就算係冬天，我哋都要好好咁樣去記住一年入邊美好嘅時光，要對未來抱有希望。喺咁凍嘅天氣入邊，我哋可以喺北區公園一邊閱讀唔同嘅文章，一邊喺文字入邊好好咁樣反思生活，尋找一下人生嘅希望同埋意義，令到我哋可以暫時逃離呢個繁忙嘅生活，靜一靜，珍惜呢一段同自己對話嘅時光。北區公園陪伴我哋度過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公園嘅每一個角落都喺度不斷咁變化，呈現出唔同嘅面貌。喺呢個熟悉但係又成日被忽略嘅地方，我哋不妨試下用唔同嘅角度去同北區公園互動。每次嘅探索都會帶嚟新嘅驚喜，可能你會揾到更多新嘅發現。等我哋可以更深刻咁樣體會到自然嘅美好，同埋佢所帶俾我哋嘅感受。呢個唔單止係一場與大自然嘅約會，更係一次心靈嘅探索同埋覺察，讓自己重新與內心對話，重拾嗰份久違了嘅平靜。春天係生命中重新嘅季節，等我哋可以喺呢個美麗嘅北區公園入面，共同感受呢一份新生嘅力量。接住落嚟就會嚟到影片嘅第二個部分，大家將會見到有大量嘅照片，而呢啲照片就係我同廖姑娘較早之前同會員進行咗一個沙龍遊嘅小組所拍攝落嚟嘅。當中亦都包括咗喺空閒嘅時候，佢哋自己嘅攝影作品。得到咗會員嘅同意之下，我哋上載咗啲相片喺度俾大家欣賞，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佢哋對攝影嘅熱愛。咁都順便溫馨提示一下，以下嘅照片呢，版權全部都歸於會員所有啦。如果係未經同意，就不得下載同埋列印。多謝大家合作。
喺度再次感謝會員們嘅無私分享。咁今日嘅影片就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